你好啦，咁我係嚟自會基東嗰輪嘅 Tiana，好啊。你係從乜嘢途徑咧去到認識到頌缽治療師呢個嘅行業嘅咧？咁又係啲乜嘢啟發到你對呢個行業有興趣嘅咧？其實喺好多年前咧，講緊都15、16年前啦，我其實對自然療法係好有興趣嘅。咁我本身咧自己咧天生咧都特別靈敏啊。咁我對即係大自然啊，或者一啲比較我哋叫做能量嘅嘢咧，我就會靈感度會比較高啲嚇。咁嗰陣就開始咧對一啲關於能量啊、關於聲音嘅嘢咧，我就特別有興趣嘅。咁我所以喺有一段時間咧，我就喺網上啦，我就揾一啲導師咧，去可以教一啲聲音療愈嘅，咁我就跟佢學，咁我就結緣咗喺呢個頌缽啦。咁頌缽其實都係一啲聲音嘅即係頻率嘅療愈，咁變咗我就一路開始學，然後後期就開始幫人哋去做一啲療愈嘅方案嚟㗎。好，咁相信而家嘅中學生啊，都比較少機會去到接觸到頌缽治療呢樣嘢啦，可能接受呢個治療或者了解呢個行業啦。咁所以都想問下，其實究竟頌缽治療咧係點樣嘅？有啲乜嘢過程或者好特別嘅成個 process？嗱，其實咧頌缽治療好似呢度咁啦，都有唔同嘅頌缽啦。我哋就其實係一啲銅缽嚟嘅，佢入邊嘅元素以前咧係傳自於西藏咧，同埋喜馬拉雅嗰邊嚟嘅。咁佢大部分咧都係以前係攞嚟盛載食物嘅啫。咁因為都講緊成6、7、8年前嗰陣係就愛嚟裝植物啦，幫人哋咧喺啲部族裏邊咧，可能喺有啲儀式裏邊咧，人哋就攞咗嚟做祭祀咁解。咁有啲人可能誤解咗，以為係宗教，其實就冇宗教成分，因為佢每一個缽咧都係獨一無二，係一啲大自然嘅元素，喺入邊包括有唔同嘅，即係金銀銅鐵石水泥咁樣，佢個元素咧敲出嚟嘅聲音咧，係能夠喺人哋嘅腦區咧係比較平靜，所以好多朋友嚟揾我咧都係去比較瞓得唔好啊，或者佢精神好緊張，去嚟做一啲放鬆咁樣咯。係啊。咁你啱啱都講到啦，每一個缽咧都係獨一無二啦。咁你喺呢度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缽啦。咁都想問下，其實唔同嘅呢啲頌缽啦，係有啲乜嘢嘅特點或者分別嘅咧？同埋嗱，每一個缽咧，佢有佢自己一個功能嘅。例如好似呢一個咁樣咧，佢本身個缽咧，佢就係個聲音比較低頻啲，同埋咧係我哋叫做甜美啲嘅個缽嘅聲音，敲出嚟咧可以令到咧個心靈咧係能夠平靜啦，同埋佢叫 full moon 缽嚇，即係月滿缽，就係咧打造個工匠，佢帶住一個祝福咧喺初一15月圓之夜咧，佢先打造嘅，所以個缽敲出嚟咧，能夠令到尤其是女性嘅能量咧會更加溫柔啦嚇，咁或者咧係有啲咧佢自己心情上好忐忑啊、好波動咧，可以幫到佢手。每一個缽會唔同嘅，例如呢個咁樣，我哋叫太陽缽。例如有啲朋友咧，佢自己可能唔夠能量啊，成日都好易攰啊，同埋冇動能咧，敲出嚟嘅聲音咧就會令到佢咧能夠可以提升能量。所以個聲音咧，每一缽咧佢都帶住有音樂嘅頻率，大家都聽過哆唻咪發嗦咁樣，係咪？其實佢每一個缽入邊都有唔同嘅音頻喺入邊嘅，嚇，原理就係咁樣。咁就係靠一個咧聲音嘅震動啦。我哋人同人之間都有一個所有嘅 vibration 震動嘅頻率，個原理就係咁樣，令到我哋咧可以去到一個我哋好平靜嘅狀態，咁就可以咧即係舒緩到我哋嘅情緒咯。咁喺頌缽開始之前啦，係點樣去到幫助可能啲顧客去到平復翻自己嘅心情，去 ready 你呢個療程嘅咧？好多時佢哋嚟到咧，係我會同佢哋諮詢下、傾下偈啦，睇下佢哋而家嘅情況啦。咁佢哋都好容易打開 open 去講佢哋而家即係可能遇到個困難啊，或者身體狀況又好，或者情緒狀況都好，或者有時係甚至乎係一啲關係上嘅嘢，佢哋要處理啦。咁我就會咧係要求佢哋可能瞓低啦，去休息，咁啊帶啲呼吸嘅動作，等佢哋可以喺一個潛意識嘅運作，係可以完全嚟到放鬆。一個 session 咧，通常大約係45分鐘至60分鐘度。咁佢哋有啲嚟到瞓得好好㗎。咁我都試過有好多朋友去係本身有失眠啦，或者睡眠質素嘅問題嘅朋友，佢嚟到都可以咧喺呢度可以好安心咁樣瞓得覺嚇，好似叉電咁樣。好，咁都想問下，咁通常啲
顧客啦，佢哋接受完呢個治療之後，係會有啲咩變化，或者有啲乜嘢改變咁樣？即時佢都會覺得輕鬆咗嘅嚇，有啲可能帶住好沉重嘅心情嚟啦，佢即時佢會減咗壓啦，同埋佢嘅心情會比較平靜啲嘅嚇。咁呢個係最明顯嘅感覺嚇，甚至乎喺做頌缽嘅過程裏邊咧，佢有啲可能有啲情緒嘅波動，佢有啲會喊啦，佢會將個情緒 release 咗出嚟，咁呢個係好幫到手嘅。有好多時人係最怕即係佢唔識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嚇。佢透過呢一個療愈嘅過程裏邊，佢可以完全可以放鬆，甚至乎有啲痛症嘅都可以嘅嚇。咁我有啲我會擺喺佢身上邊敲，用個振頻同佢身體咧做一個調整，嗰一個平衡咁樣嚇。咁佢對佢嚟講，佢可以即刻止到痛。嗯。咁都想請你分享下啦，就係、你係做咗咁耐頌缽治療師啦，有啲乜嘢好特別嘅經歷啊，或者對你有啲咩啟發嘅？其實都好多咁近期啲啦，都有一個例子都幾振奮嘅，就係一個73歲嘅長者，係一位男士嚟嘅。咁佢由細到大咧，因為喺屋企係受虐待長大嘅。咁佢所以佢帶住一種好沉重嘅心情啦，嚇咁同埋經常瞓得唔好，同埋佢話個心口成日都痛壓住。咁佢嚟揾我咧，佢因為喺電台聽到我個訪問咧，佢就揾我嚟試下做聲音嘅療愈。咁佢做咗第一次啊，咁佢就即刻個心情就開始放鬆嚇，同埋喺過程同佢傾偈啦。其實好多時咧係敲缽咧，其實就連埋我哋做一個諮詢咧，因為係個療愈師佢本身個心念帶住一個善念去同佢傾偈咧，係好幫到佢。咁喺過程佢要俾翻我 feedback 就係話佢好似上咗人生一課咁。佢係因為一個70幾歲嘅男士，其實你要佢改佢性格觀念係好難啊，但係佢竟然寫翻嚟，佢好感恩，即係遇到我咧，佢可以能夠調節到佢嘅心情，佢開始面對人生，佢正面咗好多，同埋都覺得有希望，原來有人聽得明佢講嘢咯啊！咁呢個我都幾感動呢個 case 啊。好，咁我想問下，你覺得身為一個頌缽治療師咧，佢需要具備啲乜嘢特質去到係咯，更加可以幫助到人嘅？其實喺一個治療師嚟講咧，最基本其實冇乜特別嘅話，要啲要求啲乜嘢，最緊要去專注嚇，能夠咧自己都能夠調節到自己嘅心情。好多時人咧都係會有好多外界咧會影響自己嘅心情，因為我哋做療愈咧，首先就療愈咗自己先嚇。咁最大嘅要求就要自己能夠喺瞬間可以平靜落嚟咯。每個人都可能帶咗好多唔同嘅情緒，甚至乎我都係嘅，我都係一個人嚟噶嘛。咁咧有好多時可能日間工作或者遇到有啲唔同嘅事情，我都會有情緒嘅上落。但係有咩能夠令到你可以喺短時間裏邊咧，可以翻自己嘅內在嘅心咧？咁就係一路以嚟我自己有一個練習，可以平時咧我能夠靜靜地坐落嚟。翻自己，回歸翻自己嘅內在嘅心情啦，咁可以 calm 翻呢個元素係比較緊要啲嚇。咁最緊要帶住愛啦，我哋而家係唔同嘅宗教又好，或者我哋唔同嘅即係平時我哋教導即係教育體系都係教我哋要帶住愛，帶住有心去幫人嚇。你有一個幫人嘅心咧，係好不一樣，就唔係話純粹話啊我為咗揾錢啊，或者我為咗即係生活我去做呢件事。而係你始終有個元素咧，係你帶住愛去做咧，出嚟嘅效果係咩嘢？好。咁我想問下你對於想從事呢個職業嘅可能學生啦，有啲乜嘢嘅鼓勵或者建議？我會建議咧，學生佢本身最基本咧，可能佢依然而家學校好多佢都會讀音樂啊，或者佢會係學校都好多 mindfulness 嘅課程啦，開始而家普遍咗好多，咁佢自己都有呢一種嘅最基本嘅 concept 啦，同埋佢最緊要佢中意咯嚇，佢中意佢願意俾時間自己可以咧靜落嚟，因為好動嘅學生都好多。有好多中意去 sporty 啲啊，中意玩啊咁，但係佢會唔會攞到個平衡？
動靜皆宜咧，因為你叫一個人靜靜地坐定咧，係一啲都唔容易。佢能夠去靜靜坐定咧，其實好多大公司嘅老闆啊，啲 CEO 咧，佢本身都係有智慧，都係佢自己會坐低咧，能夠俾自己一個休息靜心嘅時間嚇，咁變咗可以佢提升佢嘅智慧。一個人唔靜咧，佢好難咧將自己個腦咧可以諗到好多更加好多創意嘅人都係你聽過，佢都係自己坐下會突然間有啲靈感。睇個原理就係咁樣，佢願意學生，佢願意去接觸聲音嚇，接觸頻率嚇，同埋佢先能夠感受到。反而呢 part 會重要啲，唔係話讀啲咩學問咁簡單。咁最後都想問下啦，你覺得頌缽治療佢未來佢發展嘅趨勢啦，會係點樣？頌缽治療係聲音頻率治療嘅一種嚇，咁未來咧其實而家喺世界各地喺國際性咧都有好多係配合緊唔同嘅治療，佢都係一個整全醫學嚟嘅，咁佢咧配合好多唔同嘅治療，包括有啲中醫啦、西醫啦，咁佢配合咧，咁佢可以咧能夠可以共用嘅，我哋叫一個整全嘅方案。咁我覺得個趨勢係越嚟越普遍，越嚟越簡單。甚至乎而家有啲喺做緊美容啊、SPA 啊嗰啲，我哋叫做一啲聲音嘅 SPA，係能夠將身體咧去做一個調整。咁我覺得我會睇好佢越嚟越普遍同埋簡單。佢因為係無藥無痛、冇侵入性嘅嚇，等於你平時聽歌一樣。聽歌因為聲音歌有歌詞啊，可能你會俾佢歌詞帶動，但係呢啲係純聲音，咁你能夠用聲音咧去調節咧，係最簡單、最單純同埋人嘅最基本啊。好，咁今日嘅訪問就嚟呢度啦。咁相信經過聽完呢節嘅訪問之後咧，同學都會對頌缽治療師呢個行業啦有更加深嘅認識。咁係咯，再次多謝你啦，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好，多謝晒你。